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。咁依家就同大家介紹翻西門子嘅嵌入式蒸爐點樣使用同埋保養啦。首先我哋睇睇內籠嘅部分，配件會有3個，兩個蒸盤，一個有窿，一個冇窿嘅，同埋連一個水箱。水箱嘅容量為 1.3 Lit，如果裝滿嘅情況下呢，連續蒸呢大概可以蒸2個半小時嘅。最左手邊嘅就係開關掣，開着咗之後，我哋撳 menu 就可以返去煮目錄噶啦。第一個出現嘅功能呢，就係蒸煮模式，用擰鈕掣再擰嘅話呢，就會出現第二個功能，智能烹調程式。咁佢裏面呢，儲存咗好多唔同嘅食材嘅自動烹調程式嘅，咁用家可以自由選擇嘅。再擰嘅話呢，大家會見到除蓋功能。然之後呢，最尾呢就係一個設定嘅部分，咁用家可以喺裏面呢設定聲音啦、顯示屏嘅亮度等等嘅設定嘅。咁我哋運用右鍵序呢，就可以進入蒸煮模式裏面。咁我哋睇下有乜嘢俾我哋選擇啦。咁第一個就係純蒸嘅，譬如蒸雞啊、蒸排骨嗰啲，你就可以用純蒸啦。咁第二個呢，就係翻熱功能嚟嘅，你可以呢運用蒸汽呢去整翻熱已經熟咗嘅食物嘅。咁第三個功能就係麵團發酵功能，可以將一個麵團放入去蒸爐度做2次發酵嘅。而最後一個呢，就係解凍功能啦，咁可以將啲急凍食物呢放入去做個低溫解凍嘅，咁就比較衛生同埋安全啲啦。咁依家呢，就示範點樣做純蒸啦。咁純蒸嘅話，選擇咗純蒸之後呢，撳右鍵序呢，就可以用個擰鈕盤呢去調節你想要蒸嘅溫度噶啦。咁就一度一度咁樣校嘅，非常之有彈性同埋可以微調嘅。選擇咗溫度之後呢，我哋撳個時間按鈕呢，就可以 set 蒸煮嘅時間噶啦。咁最後我哋撳開始就可以開始蒸煮啦。而智能烹調程序呢，就會自動幫你蒸煮呢唔同類型嘅食材嘅。咁當中你撳咗入去之後呢，就會有好多唔同嘅食材俾你去做選擇噶啦。選擇咗你需要嘅食材之後呢，你就可以撳右鍵序呢，佢就會有啲建議俾你放喺邊一層度嘅。咁最後呢，你放啲食材入去建議嗰層，撳埋個 start 掣，咁就可以開始幫你自動蒸煮噶啦。當蒸爐需要除蓋嘅時候呢，蒸爐係會自動提示嘅。咁大家呢個時候呢，擰到去除蓋功能之後呢，再撳右鍵咗去進入。咁維持呢就31分鐘嘅，咁呢需要有啲前期嘅設定先嘅。咁呢度會提供翻詳細嘅方法啦。咁首先將300ml嘅清水混合1粒除蓋丸成為除蓋水，然之後呢將啲除蓋水放入水箱度，選擇除蓋功能，然之後呢撳 start 就開始除蓋就得噶啦。完成除蓋之後呢，抹乾淨個爐殼，再攞翻個水箱出嚟，清洗乾淨之後呢，就再加入啲清水入去，然之後放翻落個蒸爐度啦。咁跟住再撳翻個 start 掣啦，咁佢就會用翻個清水咧去幫你再過多一次嗰裡面嘅喉管啊，或者一啲蒸汽製造嘅部分嘅，咁確保乾淨之後就可以重新再使用噶啦。咁最後呢，提供翻一啲保養同埋注意事項啦。使用蒸爐之後呢，請抹乾爐腔嘅水分，並且打開呢個爐門呢，散走殘餘嘅濕氣。請依照爐嘅建議，定時執行呢個除蓋程序。蒸煮完之後呢，打開爐門嘅時候呢，記得要小心散出嘅高溫蒸汽。爐腔呢可以使用呢稀釋後嘅清潔水清潔嘅，完成後呢，用清水濕布呢抹翻乾淨。請設定呢水硬度為已軟化，同埋呢最後就唔好使用蒸餾水啦。最後再次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。